嚟揾我諮詢嘅朋友就會問啦，Crystal 啊，係咪我患上咗抑鬱症啊？我呢排成日都唔開心啊，我係咪有抑鬱嘅特徵呢？其實作為一個曾經患上10年多嚴重嘅抑鬱症嘅我，唔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抑鬱症呢唔係真係簡簡單單嘅唔開心，因為呢一個如果真係患上抑鬱症嘅話，你唔會咁容易就會得到一個舒緩嘅。所以如果你真係患上抑鬱症嘅時候，我哋要首先問下自己，我係咪已經有一個好長時間都處於一個好唔開心，甚至乎可能係冇動力，甚至乎如果喺生理上邊你會覺得我又食唔到嘢，又或者係暴食，甚至乎係話我經常都會失眠，又或者係我會瞓好多。其實呢一啲我哋講話同平常作息或者平常生活裏邊有唔一樣嘅狀況底下出現嘅時候，而呢一個嘅持續嘅狀況又好似已經有一段日子有一段時間啦，包括咗可能係3個月，又或者甚至乎已經半年啦，我會完完全全嘅建議你真係要揾專業嘅朋友或者專業嘅人士去到幫下你去到舒緩一下。當然啦，我哋講話如果你有少少嘅唔開心又或者係話我哋話有少少嘅壓抑，你會知道自己有少少嘅狀況出現嘅時候，當然啦，你都應該要馬上去到面對嘅。點樣去面對啊？最重要嘅一樣嘢，我哋話可以出去行下，做下一啲平常冇做過嘅事情，包括咗可能平時唔去睇展覽嘅，去睇下展覽。咁嘅時候，你可能都會感覺到個人面對一啲新嘅事情，有啲新嘅事物嘅衝擊，你會可以分散咗自己專注喺呢個唔開心情緒嘅狀況。如果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嘅時候，你就可以當一啲情緒壓抑嘅時候，你可以將佢可以得以舒緩嘅時候，我哋就話唔會將佢累積到變成咗有呢個抑鬱嘅狀況啦。